上次我穿越到嚟現代，好開心。今次再嚟玩多次，今次多咗好多人啊！周圍睇一睇，玩一玩。如果我騎咗呢隻馬，會唔會變咗白馬王子？秋香姐都中意我咧？呢度有個劇場喎，睇下有咩表演先。好犀利啊！嗰啲人識得飛嚟飛去，下次我就可以穿越翻嚟嗰時都飛翻嚟咯。睇下仲有咩玩先。燒咗一日，嘴都緊埋，點樣食飯呢？